與其喺度諗2035年嘅香港係點，不如由我哋一步一步親手去建構出嚟。面對未來嘅機遇同挑戰，有一班青年揀咗行出第一步，用政策提案寫低佢哋對未來嘅期望。青年願意花時間花心機去思考香港未來呢一份嘅承擔同埋熱情絕對係值得鼓勵嘅。過去2個月，呢班年青人帶住熱情同信念，接受咗一連串嘅培訓，走入社區，深入探索，由諗提案到同唔同社會持份者反覆驗證，再將諗法落地，變成可行同有社會影響力嘅政策提案。比賽舉行咗7場工作坊，喺呢段旅程入面，參加者好珍惜每次同專家學者交流嘅機會，仲喺過去3個週末同多位導師切磋交流。佢哋亦都喺炎炎夏日走入社區，行過沙田月明村、零碳天地、啟德等地，充分展現咗青年想跨越世代、融合唔同持份者諗法嘅決心。今日佢哋終於企上決賽嘅舞台，但呢度唔只係一場比賽，仲係一場關於未來嘅集體對話。改變源自有人肯為香港行多一步。而家參加者已經準備好，用青年嘅視角提出對未來嘅想像。究竟佢哋會為香港嘅未來帶嚟啲咩創新嘅諗法同活力呢？共建香港2035